都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妈祖保护妈祖。电线公出来。是这个人带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。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，是吧？这本细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，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我们办16岁嘛。哦，办16岁成年礼。第一张是成年礼。哦，成年礼。作为的证件。国家各60家去。哦，太岁。过平安桥。过平安桥。这个。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哦，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那拜。安那嘿。啊，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要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哦，这有讲大公那拜哈。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是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，有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。讨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就是安尼吼。两身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身妈祖。去要请去迄阵，迄2尊啦。到现在唔知去做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做嘢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用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南安平家。所以你们仔细嚟看。到处各县市总有佛山妈祖，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别位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尼真的啦，印尼这安平行李啦，这啦，是啊。拢。这大马有这文的呢，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林木娘。妈祖是一尊。迄。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所以这是本来3马，即摆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离台湾人好像拢讲3马。老台湾是3马哈，中迄种3马哈。3马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娘。讲林木娘。嘛是林木娘的。无再讲话，乌面3马。乌面含暗面是，我搁解释一下。是啊。因为神明装起来。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是啊。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熏了乌的。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唔过前年前2、3、4年，未收马要来，有来遮讲。有来着哦。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。那啥物也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做一3马，较乌面妈祖就是这些嘛。是啊，妈祖里边。这里较久嘛。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啊哈。3马。3马哈。无太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拢嘛是讲林木娘。林木娘，对啦。不是3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像妈祖。像妈祖。有呢，他咧帮忙做嘛。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3马，太名太无共人。无共迄个名嘛。共迄个名。讲过啊，分文咧舞的。鲁心呢？
服务新的讲或者是乌面衫嘛，还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的保护郑成功的请3尊来，请3尊来的啦。3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地美洲也请的。请的，美洲妈祖庙。嘿，美洲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3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，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，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，台湾收复了，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就家人讲无，啊，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，用盘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，头一盘100杯去。这边个反晓讲，那么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个拨，啊，2嘛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啊，剩3嘛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伫中心园啊。天喺宾馆哦。嘿，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。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们这里个人遐虔诚，啊，转留3嘛就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因甲个。加个3个装2尊啦，是，变是3尊妈祖。伊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这尊来换起来。对，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啊，这个变用迄尊3嘛，先起做大嘛。是啊。加2尊2嘛3嘛。就是安尼啦，哟感谢安尼较清楚啦。所以这里那讲。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啊妈祖假是有根据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只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。啊，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啊，是地准或者准阿嬷，啊，再分布到各地方去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个，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感谢啦。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？吼。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人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治安嘛，你当讲收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。是啊。啊，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啊。所以你甲看，这2尊啊。2尊。迄边拢是看土著较少像，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，是，兵马俑差不多，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2尊是在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。守保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啦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
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。有这个结合的。哦，感谢。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妃宫。天妃宫是第二妃啊。天妃的妃嘛，天后天妃。哦，对，本来妈祖叫天妃嘛。后来奉这妈天妃。22年来的时候才成就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哦，对了，帮忙修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了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朱比啊。时间还来了。啊，感谢朱比，谢谢啊，哈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发财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啊，我有炸账，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对，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嘞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。兵营。啊，5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啊，剩几个馆？嘛是。啊，个5个馆啊，拢伫啊。哦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是。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嘿。啊，无太拢，我们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就过去啊。海大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好兵营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啊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持。好，感谢主持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。妈祖。电线工出来。哦。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感谢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。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，是吧？这本写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我们办16岁嘛。哦，办16岁成年礼。第一张是成年礼。哦，成年礼。啊，作为的证件。啊，他。皇家各60家去。哦，太岁。啊，过平安桥。好，过平安桥。啊，这个。加福赛新年，啊，什么礼仪怎么拜，做花杯，拢在这里。哦，这个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年轻来唔知安怎拜。哎呦，安那嘿。啊，边还有著名公神书啦。要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哦，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伫头前去。哦，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受。哦，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，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呢？讨2尊去，啊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，所以中迄尊看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哦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两身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身妈祖。啊，去要请去迄阵，迄2尊啊。哦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去。哦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哦。中迄尊啊。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咱们安平家。还在天龙。所以你们仔细地看。到处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，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看法会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哦，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二斤的啦，印二斤安平行李啦，这个啦，是啊。拢有。啊，这大马有这文的呢，啊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你木梁嘛。哦，妈祖是一尊。啊，迄。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所以这是本来3马，即卖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离台湾人讲拢讲3马。哦，来台湾是3马哈，中迄种3马哈。啊3马你讲说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娘。爱讲林木娘。
嘛是林木良的。啊，无再讲话，迄乌面衫啊。乌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啊。因为神明装起来，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做了这香烟熏的啦。哦，所以熏了乌的。嘿，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。无，要前年前2、3、4年，未收马要来，有来遮讲，有来着啊，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，那啥物，也要香，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做者衫嘛。较乌鱼妈祖就是这些嘛。哦，是啊，妈祖是这。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后面妈祖啊哈。哦。三马。三马哈。啊，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，对啦。不是三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像妈祖。哦，像妈祖。有呢，较咧帮忙做下嘛。对哦，啊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他名他无共人。毋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哦，讲过啊，分文咧舞诶。服务生咧，讲啊，这是乌面衫嘛，但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，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去啦。三尊，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地梅州遐请的。请的，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。哦。所以有呢请来。哦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哦，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就要来讨回啦。哦。啊，这有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。咱内地就食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用半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2嘛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啊剩3嘛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营啊，天喺宾馆哦。咱庙中间迄个中心营嘛。哦，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免这里个人遐虔诚。哦。啊，转老三嘛就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因佫加佫再佫装2尊啦。哦，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嘿。哦。这尊来换起。哦，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嘿，啊，这个变用迄阵3嘛，成起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甲2尊嘛3嘛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敢是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，祖先啊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。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。啊，妈祖啊，遮是有经过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遮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。啊，其他遐有呢先做请来啊，是地尊或者尊阿妈。哦，尊阿妈。啊，再分布到个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个，哦，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就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啊，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就做啥？这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有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吼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长啦。哦，
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在台湾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治安嘛，你当讲收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。是。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。所以你甲看这两尊啊。两尊。迄边拢是较土著较小项啊，这边就是较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，是。兵马俑差不多。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两水是在伫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岸边的。守保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感谢。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惠宫。天惠宫是第二惠啊。天惠的惠嘛，天后天惠。对，本来妈祖是天惠嘛。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，较个尊称为天后。对啦，帮忙守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即么讲就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主编啊。时间他来了。感谢主编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我有炸账，炸迄个做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咧，对，爱去海参馆，爱去延平街，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咧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，拢兵营就对了。兵营。五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一下就分做5个馆。剩几个馆？嘛是。迄地啊，拢地啊。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是兵营就对了。是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无太拢我要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就过去啊。海单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兵营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啊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编。好，感谢主编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。